大家好，給大家介紹我們這款點歌系統。系統特點：操作簡單易懂，系統功能純正無廣告，支持15個國家語言，隨便切換零延遲。首先介紹歌星。歌星類別有區分：大陸、港台、英語、日本、韓國、馬來、印尼、菲律賓、法國、西班牙、印度。比如我們要搜索劉德華，我們就搜索劉德華 LDH， 拼音第一個首字母就可以找到劉德華。第二種找歌星方式，在歌星周杰倫下面有他的英文名稱，直接搜索他的英文名稱，也可以找到這個歌星，這樣也可以搜索出來。如果想要查看這首歌曲是不是我們需要的版本，點預覽功能即可查看歌曲版本，確定是自己需要的版本，就可以直接點唱。喜歡這首歌，還可以點愛心圖標收藏，這樣就添加到收藏功能裡面了。這個是置頂功能，下一首就是播放這首歌。中文歌星下面都會顯示出歌星英文名稱，方便海外客戶搜索查找。歌名點歌，在歌曲名稱下面都會有拼音翻譯，方便中文不是很好的客戶查看。比如搜索《紅塵情歌》這首歌，只需要搜索名稱拼音首字母，就可以搜索出來。手寫功能可以簡體和繁體互轉，在簡體中文界面下手寫繁體。手寫功能有詞語聯想功能，方便查找歌曲。切換到繁體界面，手寫繁體也可以搜索。直接選擇顯示的詞語文字，歌名和歌星全部都會顯示繁體文字。在繁體界面手寫簡體中文，同樣也可以搜索出來歌曲，不管你怎麼手寫它都能出來。繁體注音搜索功能，輸入部首就可以直接搜索出來歌曲。在歌名導航欄，同樣區分了各個語種的選項。客戶進入歌名點歌，翻頁找歌曲的時候，看到自己喜歡歌星的歌曲，可以直接點擊歌星圖片，進入到這個歌星，查找自己需要的歌曲。系統可以搜索單個英語的歌曲，比如查找 Telly 這首歌曲，直接全部輸入即可找到，這樣就很方便找到單個歌曲名稱的歌曲。全拼搜索歌曲演示，輸入跟這個歌曲的名稱一樣即可。如果發現需要的歌曲沒有，點擊這裡提交反饋歌曲信息，輸入歌曲名稱、歌星信息、姓名、電話、地址，可以隨便填寫，建議欄可以描述歌曲問題等信息，
填好後點提交成功即可。我們接收到你反饋的信息，會處理好上傳到雲端客戶即可下載。這樣就可以解決客戶缺歌問題。如果發現某首歌曲有問題，歌曲替換的方法，我們長按這首歌名，系統會提示刪除歌曲。當歌曲上面顯示小雲朵，重新點擊歌曲即可重新下載。下載完成即可播放。調音功能，在音調面板選擇合適的歌調，中間這個是恢復原始音調。在新歌功能你可以查看每個月的新歌，每月新歌更新數量都有2、3千多首。下載歌曲的速度非常的快。排行榜功能，擁有大數據 AI 互聯網榜單，華語、歐美、港台、日韓等隨意切換選擇。類別功能，類別裡面就可以點生日歌、民族歌，這些都可以。戲曲專欄，戲曲直接在這裡找到，點進去就可以搜索了。專輯功能，敬拜、朝拜專項歌曲，還有開齋節的歌曲非常齊全。這個是音響試音的歌曲，全部都是測試音響的無損音頻。每個月新出的綜藝節目，我們都會及時的上傳更新。收藏功能，我們把喜歡的歌曲收藏到這裡，以後需要找收藏喜歡的歌曲，進入到這裡面就可以找到拼音字幕的歌曲。選擇一首歌曲演示，下一首。所有帶括號 P 的歌曲，中文歌詞下面都會帶有拼音字幕。這個功能主要方便對中文不是很好的客戶，但又想學唱中文歌的客戶使用。客戶使用這個功能後，會很容易的學會唱歌。可以選擇華語、粵語、閩南語、英語、日語、韓語都可以。韓語歌也有英文字幕。客戶韓語不是很好，又想唱韓語歌曲，可以看英文標注就很方便演唱。印度語，印度歌曲我們也很齊全。都是高清原版 MV。在已點列表，如果需要設置這首歌曲為公播歌曲，可以點這個按鈕，這樣就設置成了公播歌曲了。取消只需要再點擊這個按鈕即可。想把歌曲調整播放位置，長按這首歌曲，上下拖動你需要放到的位置即可。已唱列表，收藏列表。YouTube 功能，輸入需要搜索的名稱，搜索一下，選擇歌曲直接添加，歌曲會添加到已點列表排隊播放，置頂下一首播放 YouTube 歌曲。在線播放速度非常的快。手機點歌，直接數碼點歌，App 點歌。
應用裏面有 YouTube App 和安裝的第三方 App。本地升級 OTA 升級，在線升級，系統升級，歌庫升級， App 升級，全部都支持在線雲端更新。截止到現在，總庫數量高達865000多首歌曲。看一下語言切換，有馬來、印尼、菲律賓、印度、柬埔寨、俄羅斯、泰國，切換到泰語，直接顯示泰國歌星和歌曲，所以本地客戶非常容易找到自己需要演唱的歌曲。然後還有緬甸、老撾、越南，我們都有配套的歌曲。點歌機源頭工廠，無中間商，為你省錢。